国外长王毅3月7日周一在国际社会纷纷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表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友谊坚如盾石。他还透露，北京或在时机成熟时参加调停。中国外长王毅今天在中国政协人大两会会议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坚如盾石，未来的合作前景是巨大的。中国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创出2年多来新高，传染性高的奥密克戎变种对中国迅速遏制疫情的能力构成新的考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周一通报，周日在中国内地单日累计新增病例526例，据报道，其中312例无症状。上海发现50例，中国港口城市之一的青岛有163例，南部制造业城市东莞有153例。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及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视频会议。白宫称，美、英、法、德4国领导人决心要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持续付出高昂代价。据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一表示，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临着一个选择的时刻。他敦促北京结束在政治上默许在经济上支持这场战争。欧洲总理莫里森呼吁中国当局向其盟友俄罗斯施加压力，以便证明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和捍卫各国主权的原则。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莱尔呼吁中国居中调停，说服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举行和谈。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侯赛因·埃米尔·阿卜杜拉希扬商讨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拉夫罗夫和阿卜杜拉希扬举行了电话会谈。中国外长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王毅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阿森纳在其官方推特账户上的帖子最近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关注。该帖子显示了枪手对被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的支持。网友提到，阿森纳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有所不同。当时前阿森纳球员之一美苏特·厄齐尔在2019年表示支持维吾尔族穆斯林，当时最终被冻结在枪手阵容中并离开阿森纳的厄齐尔曾对维吾尔穆斯林因中国政府政策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表示担忧。